啊，啟德，Sogo 後邊嗰個房協，啟樂都會，下面商場，大型商場啟點，全部拆晒棚。過去望啊，越嚟越大雨，草地幾靚，啲白鴿雀仔，好多白鴿雀仔，又1萬步，日日都過萬步啦。天璽天魔，下面有間地下有間開咗，唔知咩嚟嘅，但係一笪都係吉嘅，地牢又開晒。地庫嗰邊啊，地庫商場開晒。啊，成個啟德最旺都係體育園嗰邊。Sogo 呢邊唔旺啊，呢邊個 Sogo 都唔知點搞，肯定蝕死。呢邊屋邨係多啊，但係商場都好多，屋邨商場、晴朗商場。啊，啟樂都會或者係朗晴邨啊，定係啟晴啊？朗晴定啟晴？呢直望呢個車站廣場，一路直望去啟欣苑嗰邊，幾靚下喎！冇乜人，啲雨係越嚟越大。上航拍啊！呢個房協呢個屋苑上航拍應該都唔得啦，越嚟越大雨，啲風越嚟越勁，啲雲幾快。啊，好天喺度跑步嘅，真係唔錯。啊，啟點又係大型商場。好似係30幾萬尺大型商場。我啟德嘅商場咁多都幾難做。收工啊，啲工友4點幾。啊，拆晒棚啊！啊！呢邊啲大單位嚟㗎，開邊大單位，兩隻翼啊！出邊啊，兩隻翼出邊大單位，中間嗰啲咧中小單位。啊，黃鋪招租，商鋪招租。啊，前面啲3座咧。安置嘅租
租嘅呢啲，前面係公屋嚟嘅，前面3座公屋嚟嘅，啱啱Sogo後邊呢3座公屋嚟，呢個飲水機，幾綠啊啲草，落咗雨啲草零舍綠。啊，飛鵝山啊，幾勁啊啲武器，蒙查查一片，入邊嗰個入邊圍咗。一落雨啊，人影都唔多個。出面都有個露台仔，一樓商場1樓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咦4層嘅，地下1、2、3、4，4層喎，4層商場喎。嗱呢邊呢2座咧就係出售嘅房協嘅出售房屋，有露台嘅。哇！好大個露台，我個露台真係好大喎，應該有18尺露台。中間有天橋駁埋兩邊商場。呢邊2樓又有個露台仔。呢邊幾誇張，大到真係有16至18尺啊，應該都係18尺啊，睇佢個露台。一轉過後邊又望飛鵝山同埋獅子山，一對彩虹村嗰邊望彩虹村。對面就係彩虹村。呢邊轉右就係去麗晶花園。同埋去金崎綠置居、盛智苑。前面就係重建啊，成個區最高嘅，依家有209米高啊，唔知起完未？應該睇樣應該未起完，數過有60層，隔離已經有33層，呢一共有5座。呢係彩頤花園，嗰邊方向望過就係獅子山。唔錯啊，真係呢個房協，房協啲盤都係靚啊，房協嗰啲盤。